港台製作《五棱鏡》即將播映。台慶劇《尋秦記》即將播映。宣傳2即將播映，之後係播映《星星傳聲筒》。喺稍後請收睇一節晚間新聞。喺稍後播映晚間新聞同埋今日財經。喺稍後請收睇阿迪太空漫遊。跟住緊嘅係宣傳2，之後係商業廣播魔煞。喺稍後請收睇一節6點半新聞報導。喺稍後請收睇高智能方程式。喺稍後請先嚟收睇一節短片《阿迪海底漫遊》。哆啦 A 夢即將播映。喺稍後播映晚間新聞，之後係太子珠寶鐘錶特約瞬間看地球，再跟住係今日財經。跟住落嚟係播映6點半新聞報導。跟住落嚟係播映6點半新聞報導。喺稍後請收睇《地球冰室》。跟住緊嘅係宣傳2。喺稍後請收睇《排球少年》。跟住落嚟係2016勁歌金曲優秀選第2回。跟住係資本策略地產有限公司特約環球新聞檔案，之後係一節晚間新聞。